Good morning 是早安呢，早上好呢，早上好是中国大陆的说法，中华民国台湾这边是说早安，自古以来就是说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日安、平安、夜安，一般都说晚安呢。这影片专辑怎么来的？好多都是日出美景加上这个音乐，在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建立贴文，发布以后点按超链接，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号。你看 ，Good music， 好听的音乐，好的音乐。影片也是这么多，所以说也有中文的嘞，不是只有英文的哦。影片标题中英文都有了，好听的歌了，好听的音乐了。